就却没想到他家人就不同，对啊，就觉得就没有办法接受，然后不支持，然后希望他可以改掉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后来他就可能就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吧，他就轻生了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就震撼很大。像你丑的像是脏话这首歌，他这首歌的歌词是我和陈凡奇一位诗人一起共同作词的。因为这首歌它是算专辑的尾声，所以也是压线前的那几首，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合作跟别人写词，然后又很冲突，所以我们就采取一个情人式的写歌法，24小时的一直在讯息。然后因为他也很晚睡，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每天我一睡醒就会看他传过来的文字，然后觉得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，然后这边好像这样，那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？然后再丢给他，然后他再一直讯息我，然后我们几乎是24小时，只要工作一有空档，就过来想这个东西，或者说你觉得你圈这两个圈圈要填什么字，然后他就想一大堆，然后我就回他，所以那个礼拜我们几乎就像是一对情侣一样。照三餐的在互相问候的紧绷，然后我觉得现在想起来，觉得这种合作方式超级没有礼貌的。对，就是有入侵别人的私生活的感觉，就是凌晨3、4点还在那边叫人家想歌词，然后但是他也很配合，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时间比较赶一点。对，后来写出这一首。我自己非常喜欢的，你丑的像是脏话，它讲的是关于有点像是性别认同的一个主题。两个直男来写一首这样的歌，有点没有说服力，但我们真的尽力。蛮开放的。对啊。也蛮多人对这一块也是蛮不了解。会想要写这样子认同的歌，除了专辑的主题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因为在之前同婚公投的时候，我有位大学同学，他就是很没有办法接受公投的结果，然后他就决定要跟家人出柜，然后想说要来至少取得一些温暖之类的。就却没想到他家人就不同，对啊，就觉得就没有办法接受，然后不支持，然后希望他可以改掉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后来他就可能就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吧，他就轻生了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就震撼很大，虽然我跟那个同学没有到真的很熟，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只要有一天真的有话语权，能够去为这个社会去做些什么的话。好像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，写一首歌。所以这首歌在讲的，你丑的像是脏话，其实是英文歌名 Your Ugly Judgment Heart， 就在讲就是你的丑陋的那个批判别人的心。对，会忍不住想要讲很多细节，但又怕太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尽量讲，我帮你尽量的浓缩。好啊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朋友，他们在面对很多陌生人的时候，明明是素人陌生的，或者是根本就不认识的人，但是却有办法这样子去用东拼西凑的一些道理去评断别人的一生，觉得别人的一生是一个像是一个假的一样，就觉得这样的行为实在是，你就算当着面你也不敢这样跟他讲，但是你却敢远远的让自己安全的去批判这样子的人，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在讲的就是在讲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对，他歌词有写到就是存在是为了完成自己，然后不为谁的眼光，这样的大概这样子。我们在写这种认同的主题的时候，其实我会刻意去留一点空间，让他不会说死的说是一定得单指某件事情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空白处，让大家可以把自己带入，也因此它可以比较让别人觉得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首歌的感觉，好像蛮好的，很实在，又环保。